咁多位嘉賓、咁多位港匯扶輪社嘅舍友以及上中嘅模特兒，你哋好啊！歡迎大家今日蒞臨出席 Everyone is Beautiful 上展2023嘅開幕典禮。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 Joyce 楊嘉欣。咁多位大家好。而 Everyone is Beautiful 創辦人嘅 Gary Lau 劉景星先生嘅初心啦，亦都係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呢一個嘅活動，俾在座咁多位以及廣大嘅市民知道啦，無論我哋嘅咩嘅人士啦，以及傷健嘅朋友都係一樣可以咁靚，一樣對於社會係有貢獻，從而提升咁多位傷健朋友佢哋嘅自信心，活出自我。先我哋俾熱烈嘅掌聲，多謝晒佢哋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嚟臨我哋今日嘅開幕典禮，其中包括南區民政事務處分區主管東林志賢先生，以及國際扶輪社3450區總監李德利博士，港匯扶輪社社長陳安東先生，扶輪社地區總監提名人羅成益先生。接住落嚟啦，我哋亦都分別邀請到4位嚟自我哋上中嘅模特兒啦，嚟到我哋舞台上面同大家一齊分享下佢哋喺拍攝之中遇到嘅經歷喎。咁我哋首先有請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嘅張婉芬。好啦，喺呢個時候啦，我哋再次俾啲掌聲啊！我相信啦，因為今日我哋嘅場地啊，非常之有咁多位嘉賓嚟到支持啦，所以我哋更加仔仔一堂啦，所以我哋都需要少少嘅時間啦，俾我哋嘅朋友仔嚟到我哋舞台上面為大家做一個簡單嘅分享㗎。再次歡迎晒 Sally，Thank you，Hello 你好啊 Sally， 你好 Sally， 可以為大家分享一下你拍攝之中嘅感受啊？有請 Sally。係，大家好。係無論攝影師同埋化妝師都俾咗啲 tips 你點樣去擺 pose 喎。係啊。咁對於你之後啦，拍攝之中或者第時影相啦，都會學會用呢啲嘅攝影技巧㗎嗬。都好想試下做下 model 㗎。係啊，絕對可以啊，因為你都係咁靚啊嘛。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嗎？如果我們還有再次一個機會，再讓你們再去做這個拍攝的活動，你們有興趣再做嗎？非常願意。非常願意啊！我們也很期待可以看見你們每一個的笑容哦。是因為你們，我們才會更美麗。好，謝謝你們，謝謝你，謝謝嘉琪。吉他手嘅造型，你自己咧喜唔喜歡呢一個嘅造型啊？我喜歡啊，因為你自己好本身中意音樂嘅，係咪啊？係啊。哦，咁今次啦，我哋呢個拍攝活動之後咧，咁會唔會都令你愛上咗攝影，之後都中意影相咧？都可以嘅。咁我哋下次如果再有同類型嘅攝影活動，我哋再邀請你參與。Hello， 周先生你好啊， Hello.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次係乜嘢嘅原因啦，令到你哋可以參與，亦都有興趣去參與我哋呢一次嘅拍攝活動呢？路向係一個自助組織，其實我哋都係一班同路人啦，佢哋走埋一齊，我哋傾下有啲咩可以做。可以為同路人爭取啲咩福利？喺扶康會咧，亦都有唔少嘅會友去參與我哋嘅拍攝呢一次嘅活動啦。會唔會話同大家分享一下過程之中咧，有冇經歷過一啲嘅咩嘅困難或者問題發生咧？好。首先咧就好多謝係啦，即係啦扶輪社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啦。我哋嘅扶康會嘅模特兒咧，即係影相咧好怕醜啊，好緊張。尤其是去到咧，哇化妝喎，扮靚喎咁喺個拍攝係啦，咁我哋頭先咧就經歷過有啲咩嘅困難同埋有啲咩嘅問題發生啦。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拍攝嘅過程之中有冇啲特別難忘得意嘅趣事咧？
其實我哋啲唐氏朋友咧，個個都係天生嘅表演者嚟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佢哋去到即係一個好好嘅經驗俾佢哋啦。好多謝主辦單位邀請我哋啦，亦都係好高興啦，有咁難得嘅機會。我相信咧，今次呢一個嘅主題咧，對我。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Hello， Michelle 你好啊！擺低支水先，喺度嘅。係啦，咁頭先啦，雖然我哋嘅小朋友非常之年紀輕輕啦，但係企喺我隔離嘅 Michelle 其實亦都非常之年紀輕輕嘅喎。佢啱啱咧喺2020年亦都得到我哋嘅10大傑出青年㗎。咁其實喺佢嘅成長路上以及音樂嘅道路嘅成就，亦都係非凡㗎。Michelle 可唔可以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分享一下你嘅成功之道咧？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唔好話成功嘅，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唔同嘅能力啦。咁我哋即係今日嘅主題係 Everyone is beautiful。其實好緊要嘅就係我哋要對自己有信心先，同埋咧就係要識得咧去欣賞自己。You will need to learn how to appreciate ourselves, accept our own disabilities or maybe handicap, and very importantly, always smile， 成日都微笑。咁其實呢樣咧，比起自己同埋比起人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內在美嚟嘅。咁所以我今日揀嘅歌咧，都係同同 beautiful 好有關係。一陣間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嘅。哇，講到呢度啦，我相信在場咁多位嘅來賓已經好急不及待，好想快啲聽到 Michelle 嘅演出啦，嗬！喺呢個時候，事不宜遲，將個台交俾你啦 ，Michelle。傳說在遙遠天上，閃耀着光芒。Thank you， 多謝晒 Michelle 非常之精彩以及感動嘅演出啊！大家準備好嘅時候就預備1、2、3 ，Cheers！ 飲杯，預祝我哋嘅相展成功。Everyone is beautiful 相展2023開幕典禮已經接近尾聲啦。雖然我哋今日嘅天氣不似預期啦，但係亦都好感謝有在場咁多位贊助商你哋嘅支持，以及咁多位朋友仔你哋嘅到來，因為先至可以見到你哋在座咁多位燦爛嘅笑容，燃亮我哋心中嘅陽光啊！喺度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週日，拜拜。